借银保命啊，农历的月历啊，日期有注明那个神火行草，是天王将，要借银保命啊，1到12月了，农历1到12月了。按下去怎么不会反应啊？正常按下去要大张的呢。有这个可以分享啊，可以放在欧洲。参考寿康宝鉴，这张比较模糊呢。10月，网络上它提供的是很清楚的。你看，10月初1哦，初10，你看，是天王将，换银的话，1年内10，有没有看到？1年内10啊，初1、初10啊，换银的话，1年内10哎，好可怕呀！2019年，中华民国108年，农历10月初10是国历的11月5号、6号，国历的11月5号、6号，今天3号，后天晚上11点开始，礼拜2，下礼拜2晚上11点开始。到礼拜3的晚上11点，要就农历10月初10。10月15是下元节，三官大帝，水官大帝是大禹，大禹治水禹帝啊。圣诞，借银保命，趋吉避凶啊。注意看有那个什么夺忌啊，男的10啊，女的4啊，好可怕呢。11月15呢，是天王显现。你看11月15又有95大礼、95大典、冬季大典、95大礼。11月15是冬季大典、95大礼的日子。戒淫啊，男女不能行淫啊。你看，多么严重啊！男死女死啊，上半夜换了男死，下半夜换了女死。哦吼！15号晚上，农历11月15号晚上，拜上帝的日子。你看哦，上半夜换人的话，男的死；下半夜换人的话，女的死，好可怕哟！按不下去，通常按了会很大张的，按不下去。这10月份，刚刚我看11月份了，奇
怪，人家正常都按下去会变大张，那这一张怎么按下去都不会变大张呢？奇怪。原来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要看大张了，按下去怎么不会出来呢？你看呢，人家按下去就会出来了，你看，按下去就会出来了。那这12月的怎么按下去不会出来呢？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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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啊。哦，按了6、7次了都不会出来，按了10次了还不会出来，按了11次了还不会出来，按了12次了还不会出来。多辛苦啊！你看，已经离线了嘛，还是在线上。那高科技都有这样帮忙感恩。